台南市德会除了传承德变工艺培育人才以外，也进行多元化的发展，为德变到德产业创造德雅的多元价值。台南市德会理事长张永旺表示，期待大目江故事馆会当结合更侪山官下的资源甲力量，甚至甲无共专业艺术合作，呈现故事馆更加多元的面貌。我们这次进驻到大木匠故事馆，那目前我们主要展的就是我们台南市就是竹藤编保存的3位保存者他们的最经典的作品，然后另外呢也结合了我们就是现代的就新一代的我们的传承的人，比如说像我儿子啊，我们有一个木竹阁，然后我的学生，竹约，就他们是一个年轻的品牌，然后也展出他们现在发展的一些作品。对，所以我们现在是结合传统与创新，然后先在这个开幕展当中做这样子的展览。新化老街其实一直是我们在新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空间。那在整个日式宿舍群，其实也是我们花了很多的一个心力把它整修完成。那未来台南主会在大木匠故事馆的进驻，对我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意义。除了我们要去传承除了传统工艺之外，也希望整个竹工艺能够把南关县甚至大新化地区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食材的一个建材，然后透过生活工艺也好，透过一些工艺品的制作，让它在这边做展示，也可以做永续的传承教育。未来大目江故事馆将会无定期举办德变以及各式工艺课程讲座，欢迎新化地区居民甲市民大众报名参加。相关的活动资讯会当下询台南市德会。记者张世维综合报道。